先干为敬。请。嗯。那我喝了啊。 酒量和酒胆不减当年呐，大伟哥。来，这第2杯自己喝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给你机会啊。什么机会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喝1壶，我给你涨订单；你再喝1壶，我再给你涨订单；你喝几壶，我给你几张订单。你觉得这是机会吗？是机会。 那喝吧。姐妹们，我们拍张照片吧，我要发微博。耶！美女们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！来，1、2、3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个俱乐部是把所有爱臭美的女人聚集到一起啦？哎，这可不是自恋，把自己拍得美美的，发张照片在微博，定上位置，这样才有更多的追求者来到这里。对呀，作为走婚女，得随时随地做好为自己的幸福出发，然后拍美的照片，然后发好位置，啊，我的幸福马上就要降临了。哎，我说女人们，如果有遇到你们心动的人，倒不如是自己主动出击啊！不符合我们走婚规则的，一律拒绝。没错，一定要符合规格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可风来了！哎，可风，你怎么来啦？没事儿，过来看看你们。杨大伟呢？别提他了。服务员，来1瓶酒。